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过了大山的深处看小狗了，那条黑色的就是母狗，很精灵的纯种的。还有一条那个蓝精灵，那条，喂，佢只睇下蓝精灵好得意喎，那个很特别，那个毛色，这种蓝精灵是很稀有的。后面那条，我叫它抱过来看看吧，很可爱这个。廖俊明，係睇下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好可愛這個，怎麼樣？這條就是藍精靈了，稀有的品種。睇舌頭，睇下，看下舌頭，看下舌頭吧。那看到沒有？純黑色的藍精靈啊，舌頭是啊，更加稀有啊。这些小狗现在才1个多月，但是我还是确定把它拿回家了。如果我不拿的话，没人会过来拿走的。因为这种蓝精灵啊，特别是黑舌头的蓝精灵，很特别、很稀有的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